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6月18日，咱做伙来读历代志下卷第7章到第1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7章，所罗门祈祷说，就迄对天降落，将烧化祭甲所有的祭物拢烧尽。上主的阳光充满圣殿，因为上主的阳光充满上主的殿，所以祭司袂当入去。以色列众人看到迄降落，搁上主的阳光搭伫圣殿顶面，就伫铺石的所在跑落去敬拜，感谢上主讲，上主至圣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王甲全体人民伫上主的面前献祭，所罗门王献牛22000只，羊120000只做祭。安尼，王甲全体人民为着上帝的殿举行奉献礼。这是照因家己的职务徛地服侍。利未人摕以前大笔王所做的乐器，唱大笔所做的诗，称赞上主讲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这是伫利未人的对面分喇叭，所有的以色列人拢徛地。所罗门因为伊所做的东坛伤细，无够通伫遐献烧化祭、素祭、甲平安祭的油，就将上主殿前的埕中央的所在分别做成，伫遐献烧化祭、甲平安祭的油。彼时，所罗门甲以色列人民做伙守节7日。以色列人民对哈马隘口到埃及的溪谷来参加，正做圣况的大会。到第8日，因举行严肃会，因守这段的奉献礼7日，搁守节7日。7月23日，王甲人民解散，互因倒去因兜。人民因为上主对大笔所罗门甲伊的子民以色列所赏赐的恩惠，心内欢喜快乐。所罗门完成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工程，伊顺利完成心内所计划一切的建筑。明示上主对所罗门显现，对伊讲：我有听到你的祈祷。嘛经这所在做我献祭的圣殿，我若甲天看捌无落雨，也是命令草莓食农作物，也是降瘟疫伫我子民的中间，我的子民若谦卑祈祷后悔，离开因的歹行为，我就要对天顶听因的祈祷，赦免因的罪。互土地搁再生产，我的目睭要看，耳孔要听，伫这所在所献的祈祷。现在我已经经这个殿，甲伊分别做成，做我永远临在的所在。我的目睭，我的心，嘛要永远伫遮。你伫我面前会行做，若亲像你的老爸大笔。遵坦我的诫命，接受我的规例甲命令，我就要坚固你的王位。照我甲你的老爸大笔所立的约讲，你的后代会永远统治以色列。恁若越走，去杀我颁布互恁的规例甲诫命，去服侍敬拜别个神明。我就要将以色列人对我赏赐因的地，甲因背出来，嘛要去杀这间分别做成用来敬拜我的殿，互伊伫万国中做笑谈，受人取笑。
这间圣殿虽然受人尊崇，到迄时经过的人会着惊，讲上主哪会安尼对待这个地甲这间殿？有人会因讲，因为因气杀带引出埃及地的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去信奉别个神明，敬拜服侍因，所以上主互遮一切的灾祸临到因。第八章，所罗门用20年去上主的圣殿甲王宫完工以后，所罗门阁修建希兰王互伊的城，互以色列人住伫遐。所罗门公主哈马索巴阁定建伫旷野的大目，伫哈马去做囤积物质的城，阁定建定别何伦甲下别何伦，诚做有墙、有门、有门栓的坚固的城。所罗门阁起做巴勒城，甲真侪囤积军用器的城，以及系战车的城，甲系战马的城。所罗门阁伫耶路撒冷、黎巴嫩，甲全国各所在起做伊所爱起的建筑。所有住伫境内的赫人、阿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希米人、亚布斯人，剩落来的后代，毋是属伫以色列，无互以色列人消灭的。所罗门强制因做苦工，到今仔日。毋过，所罗门无互以色列人做奴隶、做苦工，伊互因做伊的战士、官长、战车长、马兵长。所罗门王的督工有250人。所罗门将埃及王的查某囝对大卫城搬入去，为着伊起的宫殿，因为所罗门讲：我的某毋通住伫以色列王大卫的宫殿，因为上主的约柜所到的所在拢神圣。所罗门伫圣殿走廊头前所起上主的祭坛，献烧化祭予上主，照摩西命令，伫安息日、初一甲当年3遍的节期，就是度假节、七休挂节、大寮节，照逐日应该献的来献祭，佮照伊的老爸大卫的规例，分配祭司的班次甲职务，嘛分配利未人的职务，负责上赞，照逐日的规定协助祭司，佮分派守卫，照班次伫逐个门固守。这个拢照上帝重用的人大卫的命令安排，无论管理府库，也是做逐款职务，遐个祭司甲利未人拢无违逆王的命令。所罗门去上主圣殿的工事，对下地基迄日到完工，拢顺利进行。安尼，上主的殿就完成。迄时，所罗门去以东地区的海港以顺、加别甲以约，依然派伊的官员将船甲经验丰富的船员送互所罗门，因甲所罗门的船员去俄非，对遐运送金15000公斤到所罗门王遐。第9章，示巴的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，就来耶路撒冷，要用难题考验所罗门。伊带真侪军队来，
搁有路德在香料，真侪黄金甲宝石。伊见所罗门的时，就将心内所有的难题甲伊问。所罗门照伊所问的，一一甲伊回答，无一项困难甲所罗门袂晓应。示巴女王见识到所罗门的智慧，看到伊起的宫殿、桌顶的实物、摆列祭地的银神、军队服饰的罗布甲因的衣服、天酒的罗布甲因穿的衫，佮看到伊伫上主的圣殿所献的烧化祭，就规个人拢硬去。示巴女王就对王讲：我伫阮本国所听到你的事迹，甲你的智慧拢是真的。本来我毋信因的话，到我亲目看到才相信。人甲我讲的，还无事实的一半。你的智慧甲你的富足，拢超过我所听到的。你的部属真有福气，你的元神真有福气，因不时伫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。上主，你的上帝应该受称赞。伊依爱你，互你伫上主你的上帝面前坐位做王，因为你的上帝听以色列，爱伊永远坚立，所以选入你做因的王，互你通秉公行义。示巴女王将大约4000公斤的金、真侪香料甲宝石送互王，前到呾毋捌有人亲像示巴女王送遐侪香料互所罗门王。希兰的尊员甲所罗门的尊员对五妃运金来，佮带单香茶甲宝石来。王用这个单香茶为上主的殿甲王宫做银仔，嘛为唱歌的人做琴甲瑟。伫犹大地前到呾，毋捌有人看见安尼。所罗门王送互示巴女王的回礼，超过女王带来的礼物，佮照伊所意爱、所要求的，拢送互伊。女王甲伊的元神就倒去因本国。所罗门当年收到的金共23000公斤，以外，伊有对生理人甲牧业商收税金。国内的省长甲阿拉伯遮的王，拢进贡金银互所罗门。所罗门王拍大盾牌200面，每一面用金7公斤，佮拍小盾牌300面，每一面用金3公斤。王将这个盾牌下伫黎巴嫩林宫。王佮用象牙做一个大宝座，用纯金打的。宝座前有6盏旗仔，佮有金的卡点，甲宝座3轮，两边有手花，手花的边仔佮有一座狮徛着，佮有12座狮徛伫6盏旗仔搭站的双边边。别个王国拢毋捌安尼做。所罗门王所有啉的器具嘛，拢是金的。黎巴嫩林宫一切的器具嘛是纯金的。伫所罗门的时代，银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。王的军队甲希兰的军员做伙去塔斯，这塔斯的军队运金、银、象牙、镐、孔雀，每3年倒来一遍。所罗门王的财富甲智慧赢过天的诸王。天的诸王
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，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。因大家带进贡的礼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器、香料、马、甲螺，逐年拢有一定的数量。所罗门有马条4000间，阁有马兵12000名，阁安置战车伫遐个屯战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王遐。所罗门管辖所有的王，对幼发涅底河到非利士人的地，直到埃及边界。王统治的期间，耶路撒冷的云亲像石头遐多，碧香茶亲像沙坡的柴树遐多。有人对埃及对逐所在进口马予所罗门。所罗门其他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先知拿但书。希罗人阿希尼亚的预言书，甲先见约德论尼巴的囝耶罗波安的异象册。所罗门伫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全国的王共40年。所罗门倒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埋葬伫伊的老爸大毕的城。伊的囝罗波安续接伊做王。第10章，罗波安去示剑，因为以色列人民要伫遐设立伊做王。以前尼巴的囝耶罗波安为着闪避所罗门王，走去住伫埃及。耶罗波安听到这个代志，就对埃及倒来。以色列人找人去请伊来，耶罗波安就甲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，对伊讲：你老爸予阮陪同的担，求你减轻你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，减少阮的苦工，阮就服侍你。罗波安甲因讲，3日后才过来，人民就倒去。罗波安的老爸所罗门要活地的时，有愿乐服侍伊。罗波安王请教因讲：恁有甚物计策？我通回复这的人民。因应伊讲：你若好款待这的人民，互因欢喜，用好话回答因，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。毋过，罗波安拒绝这的愿乐，互伊的计策，去甲遐甲伊做伙大汉，服侍伊的少年人参详。伊甲因讲：这人民有对我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呾恁有甚物意见？互咱通甲因回复。遐甲伊做伙大汉的少年人甲伊讲：这人民对王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王就安尼应因讲：我的妹子比我的老爸腰较粗，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的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你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耶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，伫第3日倒来见伊。王用歹声哨应人民，伊毋听元老互伊的建议，颠倒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：我的老爸互恁背重的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的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王毋肯听人民的请求，因为这个代志是出自上帝，要实现上主通过希罗人阿希亚
对尼八的囝耶罗波安所讲的话。以色列众人民一个知王毋肯听因的请求，就对王讲：大必的王国阮无份，亚瑟的囝甲阮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倒去恁兜打大必家，恁家己顾好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，毋久，罗波安犹原做住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。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亚多兰去以色列人遐，以色列人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，走倒去耶路撒冷。对安尼，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大必家到今仔日。第11章，罗波安到耶路撒冷，就组织犹大家甲便雅悯支族特选的战士共18万人，要甲以色列家交战，互规个王国搁归属伊家己。毋过，上主的话临到上帝中央的人示玛雅，讲：你去甲所罗门的囝犹大王罗波安、犹大甲便雅悯的人民讲，上主安尼讲：恁毋通去甲恁的兄弟交战，逐个人倒去家己的厝，因为这个代志出伫我。因就听探上主的话倒去，无去攻击耶罗波安。罗波安住伫耶路撒冷，伊伫犹大地去骨力的坚固的城，就是伯利恒、以坦、提哥啊、别索苏哥、阿多兰、加德、马利沙、西弗、阿多莱因、拉格、阿西加、色拉、阿雅伦甲希伯伦，这个拢是犹大甲便雅悯坚固的城。罗波安阁强化遐个坚固的城，设指挥官，囤积粮食、橄榄油、甲酒，阁准备盾牌甲枪，互这个城阁较坚固。犹大甲便雅悯拢受伊统治。以色列全地的祭司甲利未人拢对逐所在来归顺罗波安。利未人放弃因的草埔甲产业，来到犹大甲耶路撒冷，因为耶罗波安甲伊遐个囝毋准因执行祭司的职务，服侍上主。耶罗波安为山头坛、山羊粿甲伊所做的牛仔像，家己设立祭司。以色列各支族所有决心要寻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的人，拢对利未人去耶路撒冷，要献祭互上主因列祖的上帝。安尼，因互犹大国稳固。3年久拥护所罗门的囝罗波安，因为因遵行大必甲所罗门的路3年久。罗波安娶马哈拉做某，马哈拉的老爸是大必的囝耶利摩，老母是亚瑟的查某孙以利押的查某囝阿比该。马哈拉生3个囝，耶欧斯、示玛利亚甲撒罕。后来罗波安阁娶押撒龙的查某囝玛加做某，伊生4个囝：阿比亚、阿泰、谢撒甲示勒密。罗波安有18个某，60个妃，生28个囝，60个查某囝。伫这个某甲妃的中间，伊上疼
押撒龙的查某囝玛迦，罗伯安设立玛迦的囝阿比亚做太子，伫伊的兄弟中做头，要设立伊续接做王。罗伯安做事精明，分派伊所有的囝去犹大甲便雅悯全地逐个坚固的城，搁互因充足的粮食，甲因娶真侪某。第12章，罗伯安的王国一个稳固强盛，伊就弃杀上主的律法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嘛拢对伊。罗伯安王第5年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上主。示撒有战车1200台，马兵6万，搁带利比亚人、苏基人、古实人对埃及上来，人多甲算袂了。伊攻取犹大坚固的城，来到耶路撒冷。迄时，犹大的领袖因为示撒的缘故，伫耶路撒冷聚集，甚至是猛仔来见罗伯安甲遐个领袖，对因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弃杀我，所以我弃杀恁，将恁交伫示撒的手。以色列遐个领袖甲王就谦卑认罪，讲：上主是公义。上主看见因家己谦卑，上主的话临到是猛仔讲：因既然谦卑认罪，我无要招灭因，要互因暂时得到解救。我无要通过示撒的手，将我的受气摒落伫耶路撒冷。毋过，因为做示撒的奴仆，互因知何西我甲何西地上列国有甚物无相像。对安尼，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，将上主圣殿甲王宫的宝物拢抢去，搁抢所罗门所做遐个金的盾牌。罗伯安王做铜的盾牌，代替遐个金的盾牌，交互各王宫大门的侍卫长固守。王逐遍入上主的殿，侍卫就抓遐个盾牌，后来搁倒转下伫侍卫室。王家己谦卑的时，上主就无搁受气，无完全甲伊招灭。犹大的情形嘛有改善。罗伯安伫耶路撒冷做王，加强伊的统治。罗伯安坐位的时41岁，伊伫耶路撒冷做王17年。耶路撒冷是上主对以色列政治作中竞选互人来敬拜伊的城。耶罗伯安的老母叫做拿玛，是阿文人。罗伯安做邪恶的事，伊无坚决追求上主。罗伯安的事迹对头到尾拢记载伫先知西玛雅甲先见一道的言行录。罗伯安甲耶罗伯安常常交战。罗伯安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甲伊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阿比亚续接伊做王。咱今仔读的圣经节伫历代志下卷第7章到第12章。